提起景甜，你會發現一個奇怪嘅現象，講代表作扳住手指數，可能好多人第一反應都係套令佢翻紅嘅獅騰，但係佢嘅人生卻又一次又一次因為男人牢牢釘喺熱搜上面。最近一篇關於景甜嘅公開長文，再一次將景甜推到風浪尖入面，寫咗一句說話，讀起上嚟令人頭皮發麻。一顆卵子嘅重量係3，伍薇克5000萬美金現金嘅重量係2.5噸。一段涉及生育安排同巨額財產爭議嘅公開講法，一下子引爆輿論。但今日我真正想問大家一個問題，點解景甜呢一世總係有人願意為佢一擲千金，有人為佢成立公司，有人為佢砸下頂級資源，有人為佢使錢10幾年，有人為咗佢搞到滿城風雨，去到今日又有人因為幾千萬嘅糾紛將佢送上輿論嘅法庭。一個女人如果成世人不斷有人願意為佢一擲千金，將佢捧喺手心入面，呢個究竟係老天賜落嘅福，定係命運一早標好價錢嘅一場劫？今日我哋就借景甜呢一路嘅人生睇透易經入面一個好少人真正諗得明白嘅問題，點解有啲人貴人越多，人生嘅劫反而越重？好，我哋將時間軸拉翻20年，娛樂圈邊個拿到過最令人難以理解嘅頂級資源？景甜一定繞唔開。留意我嘅用詞，唔係最好，唔係最多，而係最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佢嘅起點高到完全違反娛樂圈嘅底層邏輯。18歲，其他人係做緊咩？章子怡18歲仲喺中戲練基本功，趙薇18歲仲喺謝晉恒通明星學校讀書，周迅18歲仲喺掛曆上面拍相，而景甜已經有人專門為佢成立公司，間公司幾乎只簽佢一個人。呢個配置擺喺今日都離譜到唔敢想象。第一張音樂 EP 請嘅係王菲御用製作人張亞東，一個剛出道嘅新人，18歲，王菲嘅御用班底幫佢寫歌製作。你知唔知嗰陣張亞東身價有幾高？佢係華語樂壇最頂尖嘅製作人，唔係有錢就可以請到。但呢個只係開胃小菜，真正嘅重頭戲係佢出道電影《戰國》，1億5千萬投資10幾年前嘅1億5千萬嗰個時候北京二環樓價先1萬幾蚊一平，1億5千萬可以喺二環買起成棟樓，而景甜就用呢1億5千萬。拍咗一部電影，陣容更加誇張。孫紅雷剛拍完《潛伏》，正係最紅嘅時候。吳鎮宇金像獎影帝，金喜善韓國頂級女星，當年神話入面靚到令人移唔開眼。姜武老戲骨，一班一線大咖圍住一個剛出校門嘅年輕女仔做戲，全部做佢嘅配角。呢件事喺當時影壇堪稱奇觀。後來呢，張藝謀嘅長城、劉德華、馬特達蒙、威廉達福同佢搭戲《金剛骷髏島》，荷里活 A 級製作，佢係女主角。環太平洋里同樣係國際大片。一步接一步，嗰個年代嘅景甜就好似有一隻睇唔見嘅手，硬生生將佢推進荷里活嘅版圖。人哋係紅咗之後，資源先慢慢向自己靠攏，景甜就好似資源一早已經到咗，等佢去證明自己。嗰陣所有人都喺度猜背後究竟係邊個？憑什麼係佢？命理圈有句說話，命裏有嘅終須有命裏無嘅，莫強求。景甜屬於典型命裏有貴人，而且係嗰種生拉硬拽都要將你捧紅嘅強力貴人。喺娛樂圈，貴人分好多種，有啲貴人係俾機會叫你去試鏡去爭取，有啲貴人係俾平台令你有機會俾人睇到。但景甜嘅貴人係另一種，直接幫你搭好舞台，請好配角，燈光音響全部準備妥當，你只需要企上去就得。佢係第一個將資源2個字變成自己代名詞嘅女明星。但命運嘅第一重考驗就嚟咗，有頂級導演、頂級搭檔、頂級投資，係咪就一定會爆火？現實俾所有人當頭一棒。1億5千萬嘅戰國上映之後，票房慘淡，口碑崩塌，唔單止觀眾唔買賬，就連參演嘅演員都唔願意提起孫紅雷。後來俾人問，聽講你拍戰國收咗1200萬片酬，佢當場面色大變。
直接擺低一句說話，我從來唔提戰國，可以講出呢句說話，你可想而知套戲拍嘅時候有幾咁尷尬。一個演員收咗錢拍完戲，然後話從來唔提，呢個比直接鬧人仲要狠。呢個就係景甜人生第一個巨大嘅錯位。資源頂到上天，但成果呢，觀眾記住嘅唔係佢嘅演技，而係嗰個資源好到離譜嘅女仔。古人一直有一個好深刻嘅提醒，一個人得到嘅嘢超過自己暫時可以承載嘅能力，未必係福命理。入面有句說話叫身弱不勝財，唔係話錢唔好，而係一個人根基仲撐唔起嘅時候俾得太多，有時反而會變成壓力。就好似一個細路，你俾佢一把絕世好劍，佢連拿都拿唔穩，更加唔好講用嚟防身劍係好劍，但擺喺佢手上反而容易傷到自己。我哋成日羨慕嗰啲時來天地皆同力嘅人，覺得運氣一到，風口一來，豬都可以飛上天。但我哋往往忽略咗後下半句，命運將你推去嗰個位置，唔單止係俾你享受光環，更加係考驗你嘅承載力。貴人可以俾你梯子，將你送上青雲，但可唔可以喺雲上面企穩，唔俾風吹低？靠嘅唔係梯子有幾長，而係你自己嘅腳力夠唔夠穩，你自己嘅根基夠唔夠深。景甜嗰陣太年輕，就好似一個仲未學識武功嘅細路，突然之間有人俾佢一把倚天劍，劍係絕世好劍，但佢揮唔動，唔單止揮唔動，仲因為呢把劍變成所有人都盯住嘅靶子，呢個就係因果。但如果你以為景甜人生最大嘅謎團只係資源好卻冇爆紅，咁你就細睇命運呢盤棋。真正離奇嘅係佢後來嘅感情經歷，先至叫福兮禍所伏。先講第一段關於景甜早年嘅私人感情，外界各種傳聞從來冇斷過。有人話佢背後有金主，有人話佢係被包養，什麼傳聞都有。景甜本人只承認路貞係貴人同恩人，從來冇公開承認過戀情。今日我哋唔替任何傳聞落結論，只睇事實。長達10幾年嘅時間入面，景甜享受住常人難以想象嘅資源托舉，有人願意砸錢，有人願意鋪路，有人願意將佢護喺羽翼之下。對於一個年輕女仔嚟講，呢個唔單止係物質上嘅富足，仲係一種好大嘅安全感。你諗下，一個剛出道嘅女仔面對成個娛樂圈嘅殘酷競爭，但佢唔使憂資源，唔使憂機會，什麼都有人幫佢安排妥當。呢種感覺就好似你喺大海入面游水身後，永遠有一艘船跟住你，你唔使驚風浪，唔使驚體力透支，因為你隨時可以上船。有啲人嘅出現係為咗改變你嘅起點，但有啲人嘅離開係為咗令你睇清自己嘅終點。貴人可以改變你嘅起點，但未必可以陪你行到終點。2018年前後，呢段被外界關注10幾年嘅長期關係，靜靜咁畫上句號，冇撕扯，冇官宣，就咁靜靜咁完結。對於景甜嚟講，呢個唔單止係感情嘅失落，更加係生存模式嘅顛覆。從前有人幫佢遮風擋雨，所有資源、機會、人脈都有人幫佢打理。由呢一刻開始，佢要獨自面對娛樂圈嘅腥風血雨。嗰艘跟喺身後嘅船開走咗，亦都係舊嘅關係。完結之後，人生嘅空窗期，景甜遇到嗰個令佢真正見識到人心險惡嘅男人。2018年，景甜同張繼科公開戀情，一個係國民女演員，一個係奧運冠軍、世界乒乓球大滿貫得主。當年公開嘅時候，滿滿都係光微博上面一句 K 愛心 T 甜親一大班人，所有人都話今次終於對啦，終於冇嗰啲複雜嘅利益捆綁，係一段乾乾淨淨、人人睇得明嘅愛情。嗰一年景甜30歲，對於一個女人嚟講，30歲係一個分水嶺。佢或者都以為經歷10幾年嘅被保護、被安排，今次終於可以自己揀愛情。但1年之後，兩個人就分得滿城風雨。後嚟圍繞呢段關係發生一連串事件，引發好大嘅輿論。景甜本人亦都因此經歷人生一段非常痛苦嘅時期。
後來佢喺節目入面談起呢段經歷，親口講嗰段時間我好似墮入咗一個深淵，好長一段時間都爬唔出嚟。你可以想象嗎？一個曾經被捧喺雲端不食人間煙火嘅人間富貴花，出入有專車接送，拍戲有頂級陣容做配角嘅女明星，親口講出墮入深淵呢4個字，要幾大嘅打擊先可以令一個被保護10幾年嘅人講出呢番說話。至於外界流傳好多具體細節，賭債、私密影片、勒索，邊啲屬於傳聞，邊啲有公開事實作為依據，我哋唔替任何一方落判斷。我哋今日真正想睇嘅唔係邊個對邊個錯，而係點解一個曾經被托舉到雲端嘅人會突然之間跌進深淵？你有冇發覺呢個就係命運最中意開玩笑嘅地方？前一段人生係有人不斷俾嘢佢，俾資源，俾保護，呢一段人生卻要佢獨自承受巨大嘅傷害。一個係貴人運，一個係情劫，一個係令你飛起嚟嘅人，一個係令你摔到粉身碎骨嘅人。點解同樣係感情？有啲人俾你嘅係托舉，有啲人帶俾你嘅卻係萬丈深淵。因為喺感情入面，錢同資源往往可以考驗人性，而落魄同低谷先可以睇清人心。如果話前面兩段呢，一段係賺錢唔出聲，一段係分手搞到滿城風雨，咁第三段恐怕係更加離奇嘅一章。第一個人係佢年輕嘅時候幫佢搭好舞台，第二個人係佢以為自己揾到愛情嘅時候，令佢跌進深淵，而第三個人直接將佢告上法庭。根據孫宇晨後來公開發表嘅文字，佢對景甜嘅關注可以追溯到2007年。嗰個時候佢只係北大嘅學生，喺校園讀書上課，可能都會同室友一齊討論電影入面嘅女明星，而景甜已經企喺聚光燈底下，被一班人圍住捧住擲錢力捧。19年之後，一個仲喺校園仰望女明星嘅年輕人，變成財富世界嘅人物，數字貨幣領域嘅風雲人物，而曾經遙不可及嘅嗰個人，真真正正走進咗佢嘅生活。根據佢嘅公開描述，私人飛機、頂級酒店、巨額消費、見父母、談婚論嫁、傾細路，呢個本來好似一個少年終於追到白月光嘅故事。一個由底層爬上去嘅年輕人，終於企喺曾經遙不可及嘅女神身邊。如果拍成電影，票房一定爆。但邊個都估唔到，故事最後最響嘅聲音唔係婚禮進行曲，而係一場巨額財產糾紛。孫宇晨寫咗一篇6000字長文，因為3000幾萬嘅糾紛，將佢送上輿論嘅法庭。關於一顆卵子3.5微克同5000萬美金2.5噸嘅對比，就係出現喺嗰篇長文入面。呢種寫法將生命同金錢擺喺天平上面，清讀起上嚟令人不寒而慄。至於雙方各自提出嘅具體講法同網上流傳嘅各種細節，生育代孕、分手費，邊啲可以俾證據證實？我哋唔落定論，交俾事實同法律，但我哋可以睇一個宏觀嘅像。你睇景甜呢3段人生，第一個男人俾咗佢資源，第二個男人俾咗佢傷痛，第三個男人俾咗佢一場巨額糾紛。一個女人成世人遇到嘅3種男人，剛好對應人生最難過嘅3關：福、情、財。講到這裡，我哋中年嘅姐妹們心入面會唔會都有少少涼意？現實辛苦入面，邊個唔盼望遇到貴人拉自己一把？尤其係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壓力大，家庭瑣事多，嗰邊個唔希望有個人可以幫自己分擔少少？邊個唔羨慕嗰種有人托住嘅感覺？但景甜嘅例子就俾我哋敲響警鐘，福太重未必承得住呢個叫做福氣嘅反噬。但呢度我要講得更加準確，唔係貴人運好就一定會變成情劫，而係點解有啲人貴人越多，反而越容易喺感情入面失去邊界？第一，別人俾你嘅越多，關係入面嘅期待可能就越複雜。單方面一味嘅付出，必然打破關係嘅平衡。你以為得到嘅係寵愛，
喺對方眼中可能係一筆需要連本帶利收回嘅投資。感情好嘅時候叫付出，感情崩咗就開始算賬。佢唔講唔代表佢唔想，佢唔提唔代表佢忘記。呢個世界最危險嘅關係唔係別人什麼都唔俾你，而係別人俾你太多，卻從來冇話你知，最後要付出什麼代價。第二，習慣被托舉嘅人最怕失去判斷力。一個女仔如果習慣出門有人安排拍戲，有人鋪路，金錢有人兜底，佢對社會嘅真實認知係缺失嘅。佢唔知道一個普通人喺北京租屋有幾難，唔知道一個冇背景嘅演員要攞到一個試鏡機會有幾難，唔知道呢個世界有幾多人為咗生存要付出幾大代價。佢分唔清邊個係真心，邊個係假意。分唔清對方係真係愛佢呢個人，定係愛佢背後嘅資源、光環、影響力。分唔清對方係想同佢共度一生，定係想透過佢獲取什麼真正危險嘅。唔係有人對你好，而係呢種好令你慢慢分唔清佢究竟係愛你定係想擁有你。第三，錢越多邊界越難講。我哋普通人拍拖頂多傷感情，分手之後難過一陣，然後各自生活。但一旦涉及巨額資金、私密資訊、生育安排，呢個就唔係感情問題，而係人性嘅試煉場。一旦關係破裂，所有嘅付出都可能變成刺向你嘅刀。當初俾嘅每一分錢都可能變成法庭上面嘅證據，當初講嘅每一句情話都可能變成對方手入面嘅把柄。所以貴人俾你嘢嘅時候，你滿眼見到嘅係福氣。只有當你關係完結之後，你先會知道嗰份福氣背後究竟有冇標上你付唔起嘅代價。今日講景甜唔係教女人唔好相信男人，更加唔係一刀切話接受男人嘅幫助就係錯人。呢一世邊個都有難處，邊個都需要貴人，尤其係我哋中年女人，上有老下有小，職場要搏，家庭要顧。邊個唔希望有人可以搭把手？但景甜呢堂人生課最值得我哋警醒嘅係一個女人最重要嘅能力，係無論別人對你幾好，無論命運幾眷顧你，都唔可以失去獨自行走嘅能力。一個女人最大嘅底氣唔係有人願意養你，而係有一日所有人都轉身走，你依然有能力將自己嘅日子過好。我送俾所有姐妹4句掏心掏肺嘅說話，亦都係我由景甜半世起伏入面反覆咀嚼出嚟嘅教訓。第一，唔好將別人嘅給予當成自己與生俱來擁有嘅，別人俾你係情分，別人唔俾係本分，要感恩，但骨頭要硬。第二，唔好將資源誤當成安全感，資源係會流動，人脈係會散，靠山係會倒，真正嘅安全感係你離開任何人、任何平台，依然可以活得精彩。第三，唔好將愛情當成退路，愛情可以陪你走一段，但可以救你於水火嘅，永遠只可以係你自己嘅底牌。指望靠愛情翻身嘅，最後好多時都跌進陰溝。第四，巨大利益面前一定要講邊界。關係好嘅時候，將邊界講清楚，唔傷感情；關係壞咗，先去計邊界。好多時已經太遲。真正嘅貴人係令你越嚟越獨立，而唔係令你越嚟越依賴。真正嘅情結係令你得到嘅越嚟越多，卻令你慢慢失去獨自面對世界嘅能力。回頭睇景甜40幾年嘅人生，年輕嘅時候資源逆天，係幾多人幾世都收唔到嘅福分。後來經歷感情高峰，亦都跌進人生低谷，再到今日又因為幾千萬嘅糾紛站喺輿論中心。佢缺貴人嗎？唔缺。佢缺資源嗎？亦都唔缺。佢缺過愛情嗎？同樣唔缺。但點解佢嘅人生一次又一次行到今日咁樣嘅路口？或者答案就喺易經最樸素嘅智慧入面，福不可享盡，勢不可用盡，人更加唔可以將自己嘅一生交俾任何一個人。有人俾你資源係一場考驗，考驗你有冇能力接得住，有冇智慧好好運用。有人俾你愛情係一場考驗，考驗你有冇清醒嘅頭腦去分辨，有冇強大嘅內心去承受失去有人俾你巨額財富。
更加係一場考驗，考驗你面對巨大利益嘅時候，仲可唔可以守住自己嘅邊界同判斷。人生真正厲害嘅女人，唔係永遠有人托住，而係別人鬆手之後，就算跌到滿身泥都可以自己爬起身，拍走身上嘅塵土，依然企得穩，行得遠。貴人來咗要感恩，財富來咗要清醒，愛情來咗要珍惜。但無論邊個人對你幾好，都唔好忘記幫自己留一條後路，因為真正嘅福氣從來唔係有人一直幫你撐傘，而係有一日天突然落大雨，嗰個幫你撐傘嘅人走咗，你依然知道自己應該往邊度行，呢個先叫做真正嘅貴人運。貴人俾你機會，而你自己先係決定一生嘅人。好啦，今日我哋拆解完景甜嘅3段人生評論區，我想問下各位姐妹，你身邊有冇嗰啲貴人運特別好，但感情路卻特別坎坷嘅人？你覺得呢個究竟係命定係性格決定？歡迎喺評論區講下你嘅故事，我哋一齊用易經嘅智慧睇透人情冷暖，下期見。